现代台语版圣经梁记下卷第4章。有一个先知的学生的某对伊丽莎哀求讲：“你的仆人，我的丈夫已经死，你知伊是敬畏上主的人，呾祭主来要掠我2个囝去做奴隶。”伊丽莎问伊讲：“你爱我甲你做甚物？你甲我讲，你厝内有甚物？”伊讲：“你的女婢厝内剩1瓣油，以外逐项拢无。”伊丽莎讲：“你去甲厝边借空的器躯，哪济哪好。”然后入去厝内关门，甲你遐个囝踮内面，添油伫所有的器躯，添满的下一边。妇人人转去关门，甲伊遐个囝踮内面，囝带器躯来互伊，伊就添油。遐个器躯拢添满，伊甲伊个囝讲：“搁摕器躯来互我。”囝讲：“已经无器躯啦，油就无搁流出来。”妇人人去甲上帝中央的人报告，伊就对妇人人讲：“你去卖油来行祭，所剩的你甲你的囝通度我。”有一日，伊丽莎来到书念，伫遐有一个好额的妇人人，常常留伊食饭。后来伊丽莎逐遍对遐经过，就入去遐食饭。妇人人甲伊的丈夫讲：“常常对咱遮经过迄个人，我看伊是圣者，是上帝重用的人。咱来伫厝顶起一间细间房间，内面下面床、桌仔、椅仔、灯台，互伊来咱遮的时，通入去休困。”有一日，伊丽莎来到遐，就入去迄间房间休困。伊丽莎甲伊的仆人基哈西讲：“你请即个思念的妇人人来。”伊去请伊来，妇人人就来。伊丽莎甲伊的仆人讲：“你甲伊讲，你为着阮费真侪心思，呾我着为着你做甚物？你爱我替你甲王，还是元帅请求甚物？”妇人人应讲：“我甲我的同胞做伙徛起，无欠甚物。”伊丽莎问基哈西讲：“安尼，我会当为着伊做甚物？”基哈西讲：“伊无囝，伊的丈夫嘛老啦。”伊丽莎阁讲：“请伊来。”基哈西就请伊来，妇人人来徛伫门口。伊丽莎讲：“明年即个时，你会抱一个查甫囝。”妇人人讲：“我的主上帝重用的人，莫甲我骗。”妇人人果然怀孕，到过年即个时，生一个查甫婴，拄照伊丽莎所讲的话。囡仔大汉，有一日出去到伊的老爸甲收割的人遐，伊对老爸讲：“我的头壳，我的头壳。”伊老爸甲仆人讲：“紧甲抱去因老母遐。”仆人就甲抱去伊的老母遐。囡仔坐伫老母的骹头捂到中昼就死。老母抱伊的囝爬去楼顶，将伊的囝下伫上帝重用的人的面床，关门出来。伊叫伊的丈夫来甲伊讲：“请找一个仆人，牵一只驴来我遮，我要赶紧去找上帝重用的人，才倒来。”丈夫讲：“今仔日毋是初一，嘛毋是安息日，
是安怎你要去伊遐？妇人人讲，无啥物代志。如准备好势，伊就甲仆人讲：行，赶紧来去。我若无甲你讲，毋通慢落来。妇人人就去甲密山上帝中央诶人遐，上帝中央诶人远远看到妇人人，甲伊诶仆人基哈西讲：你看，思念诶妇人人来啦！你走去迎接伊，问伊讲：你平安无？你诶丈夫平安无？囡仔平安无？妇人人应讲：拢平安。妇人人上山去到上帝中央诶人遐，甲伊丽莎诶骹摸地。基哈西进前要甲伊车开。上帝中央诶人讲：出在伊，因为伊心内痛苦。上主对我隐瞒即个代志，无甲我讲。妇人人对伊丽莎讲：我减捌对我诶主求囝，我减无讲，莫甲我骗。伊丽莎甲基哈西讲：你着准备通出发，抓我诶拐仔，赶紧去。若拄着人，毋通甲因请安；人若甲你请安，嘛毋通应。着将我诶拐仔下伫囡仔下面。囡仔诶老母讲：我记永远诶上主甲你诶性命咒诅，我一定无要离开你。伊丽莎就起来缀伊去。基哈西大声到位，将拐仔下伫囡仔下面。毋过囡仔无出声，无反应。基哈西倒转去，拄着伊丽莎，甲伊讲囡仔无醒。伊丽莎到位入去厝内，看到囡仔已经死，下伫伊下面床。伊入去就关门，只有因两个伫内面。伊就祈祷上主。伊爬去面床，趴伫囡仔诶身躯，喙对喙，目睭对目睭，手对手。伊规身躯压伫囡仔诶顶面诶时，囡仔渐渐恢复体温。伊落来，伫厝内行一阵，搁爬起去，规身躯压伫囡仔诶顶面。囡仔拍骹唱7遍，目睭就天开。伊丽莎叫基哈西讲：你叫即个思念诶妇人人来。基哈西就去叫伊，伊就入来。伊丽莎对伊讲：甲你诶囡仔抱起来。妇人人趴伫伊丽莎诶骹前拜伊，然后抱伊家己诶囝出去。有一遍，搁来发生饥荒，伊丽莎转来结甲。先知诶学生坐伫伊诶面前，伊吩咐仆人讲：你去火，用大蚵仔煮菜汤，互学生食。有一个人去园里挽菜，看到一丛野花田，就挽真侪野花倒来，切切诶落伫煮菜汤诶蚵仔，因毋捌迄个是甚物。煮好，倒出来互大家食。因食诶时，拢话讲：上帝中央诶人，蚵仔内诶物件食了会死，因就毋敢食。伊丽莎讲：摕一寡面粉来。伊将面粉压伫下面，讲：倒出来互大家食。蚵仔内诶物件就无阁有毒。有一个人对巴力沙利沙来，带粗色诶大麦做诶饼20个，甲新诶麦穗，缀伫地仔
送互上帝重用诶人。以利沙讲，将这个互大家食。伊诶仆人讲，这个减有够互100个人食。以利沙讲，做你分互大家食，因为上主安尼讲，因要食到饱，阁有剩。伊诶仆人就分互大家，照上主所讲诶话，因拢食甲饱，阁有剩。